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一隻 Omega 嘅 Speedmaster Reduce。咁 Reduce 大家好熟悉啦，因為佢出咗好耐啊，1990幾年就開始出㗎啦。咁出到2010幾年好似仲有嘅，咁好多朋友都玩過嘅。咁亦都有啲人買完再買啦，因為佢始終一隻經典嘅手錶啊。咁我哋叫做小月球啊，因為佢就細隻啲嘅，同大月球差唔多，不過就細隻啲，所以小月球。不過佢就冇上過呢個月球嘅。38mm 錶徑，一個黑色嘅7速圈啦，亦都係非常之經典嘅 Speedmaster 月球錶嘅配置啊。咁就計時啦，個秒針就係3點米，另外計時圈就係6.9米啦。咁嗰啲針啊，完全係根據大月球一樣嘅擺法啲位置啦。咁就白色嘅針啦，係啦，咁呢支計時針啦，冇日曆嘅，一個就膠鏡嚟嘅，所以你見有啲花啦，膠鏡都容易花，膠力膠嚟嘅。咁啊3個計時掣係2點同4點，咁呢個冇鎖把嘅，就咁就上鏈拉出嚟一格就校時間，非常之簡單容易操作。咁隻錶個成個錶殼設計都靚嘅，側邊就拉絲打磨。咁呢個錶其實狀態好靚啊，咁呢度就拋光打磨交替啦，一條好傳統嘅 Speedmaster 嗰啲舊款嗰啲錶帶，所以亦都係大家都比較中意佢，比較古典啲啦，有 vintage 嘅感覺啦。咁亦都係3格啦，拉絲拋光、拉絲拋光、拉絲啦，跟呢度係1格嚟嘅，佢專登做咗呢個2格幼嘅咁樣拋光打磨，襯下隻錶帶就好靚啦。咁一個好傳統嘅呢個扣啦，咁嗰個雕刻同埋啲字都好深好靚嘅，你見個 logo 啊，做到好靚，呢個錶狀態非常之靚啊，雖然都有成超過20年啦，撳落去就得㗎啦，簡單容易操作，拉出嚟。需要啲力啊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咯。咁啊，當然物底設計啦，後面有隻海馬嘅。上手俾大家睇添，38mm 其實上手都啱啱好啊。咁有啲朋友中意配皮帶亦都 OK 嘅，係啦，都幾有呢個 vintage 嘅感覺啦。咁當然呢隻錶就停咗產啦，所以就而家就都幾多人想買翻，外國啊特別受歡迎啊，歐洲嗰邊都好受歡迎嘅，因為佢就平靚正啦，配皮帶有另一個味道嘅。係啦，咁呢隻錶就有盒有證嘅。係啦，咁如果就中意朋友可以 WhatsApp 我靚啦，18000蚊，有盒有證，2013年嘅，多謝各位。